Hello， 大家好，我係湖南周瑜啊。可以睇到啦，天氣咧啱啱落完雨，我一聽到咧有筍盤咧，即刻嗱聲行翻出嚟同大家分享。我而家所在嘅小區咧就係大亞灣嘅中心區嘅天悦龍庭。可以睇到啦，呢個小區咧最早嘅第一期咧，佢係15年建成嘅。到而家咧就差唔多10年嘅時間㗎啦。可以睇到咧，小區啲園林啊，啲樹咧而家都係參天大樹啦。如果咧你係買呢個小區買嘅2樓、3樓咧，可能咧即係呢啲樹咧，可能都可以直接咧就升到你屋企嘅陽台嗰度。但係咧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套咧係高樓層嘅25樓嘅，所以咧大家唔使擔心呢個問題嚇。天悦龍庭呢個小區咧，佢係屬於係大亞灣中心區啦。交通方面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如果大家從香港嗰邊過嚟咧，蓮塘、羅湖、福田咧都可以坐一個西湖巴士啦，可以直接係去到小區門口嘅。門口咧都有公交車可以直接去到沙田站、去到匯陽站啦。同埋咧，佢小區隔離咧有一個好又多超市啦，同埋有一個大亞灣3甲級嘅醫院匯亞醫院都喺呢一邊嘅。所以咧，成個小區咧綠化好啦，同埋咧居住嘅小區嘅氛圍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呢個業主咧都係早期咧就16年底嘅時候咧買咗呢套房，當時咧就加埋裝修咧就加埋都係差唔多90幾萬㗎啦。而家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平嘅價錢咧，佢諗住咯賣咗佢，因為咧佢舊年開始咧佢搬咗過去深圳嗰邊住㗎啦，所以咧呢套房咧佢就諗住咧就出咗佢啦。講咗咁多咧。呢套房咧都係帶埋裝修家私家電嘅，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嘅。講咗咁多咧，周瑜咧而家咧就帶大家去睇睇呢套房係咩情況。我哋陣間見啦。好啦，而家我哋咧就嚟到呢間房呢度嚇，90個方做個大兩房咧，可能而家咧就市場上邊咧，可能80幾個方咧有啲小區新房嚇，80幾個方咧都可以做個3房，但係咧。之前咧呢個發展商咧可能係寧做基圖唔做鳳尾，因為你80、90個方做嘅3房咧，嗰個房間咧會有啲細嘅，同埋咧呢間房咧而家咧有接近係8年嘅時間啦，可以睇到咧業主咧保養咧係非常之深靜嘅。佢其實喺舊年咧就開始放盤㗎啦。咁多年咧，如果換咗係其他嗰啲業主咧，可能咧就呢段時間可能我唔住咧，就會將呢間房租出去。所以咧業主咧寧願咧間屋咧空住喺度咧，佢都唔租，因為佢驚咧就嗰啲租客咧唔愛惜佢間房咧，將佢間房咧搞到污糟邋遢咧，所以咧就唔係咁好。可以睇到啦，呢間房咧90個方，當時嘅業主咧買嘅毛坯嘅時候咧係用咗70幾萬。呢間房咧全部嘅裝修搞埋之後咧，使咗20萬裝修，所以咧當時咧佢都係呢間房用咗90幾萬先至整到而家咁嘅樣嚇。可以睇到啦，房間呢邊咧係全部黐咗牆紙㗎嚇，跟住咧佢啲梳化呢啲咧。就整得好似有啲歐式嗰種風格啦，即係因為都係自己住間房啊嘛，所以咧就可以睇到佢一啲燈啊、啲吊頂啊，全部都係唔係話整嗰啲流嘢啊。雖然咧而家時間咧已經到佢買咗之後裝完修之後咧，而家呢個裝修咧都差唔多有6年幾嘅時間啦。其實咧望上去咧都係幾深嘅。由門口呢邊開始啦，又嚟咧，佢呢度咧都係做咗定制嘅衣櫃嚇。而家好多發展商咧，佢自己嗰個精裝嘅交流標準咧，可能咧呢啲衣櫃全部都係統一嘅標準。有間客房咧，佢係冇衣櫃嘅，所以咧佢係客廳呢度做咗一個衣櫃。跟住咧陣間我帶大家去睇睇，帶大家睇下廚房個空間啦。呢個廚房咧，佢呢度咧係預留咗一個單門嘅雪櫃嘅位置。呢個廚房咧唔算係好大，但係咧佢個長度咧係完全係夠嘅嚇。呢間房咧同大家講下，我覺得咧最大嘅亮點咧應該就係屬於佢嘅嗰個2個房間啊。呢個餐廳呢度咧佢擺咗個
台喺度咧，5、6個人喺度食飯都係冇問題嘅。咁啊，跟住咧我哋去陽台呢邊睇下啦。咁啊嚟到呢度，今日咧都知道落雨下嗰個天氣咧就好黑。咁啊可以睇到啦。而家我哋所在嘅樓層咧係25層，咁啊都係嗰個視野方面咧，前邊咧係有遮擋嘅。但係咧呢個小區咧，講真嚇，佢嘅小區嘅園林嘅綠化咧係都算係成個大亞灣咧數一數二嘅。咁啊佢隔離吳悅廣場對面咧有個山苑大城咧，嗰個小區嘅綠化咧，如果排第一嘅話咧，呢度係屬於係排第二嘅。咁啊，佢陽體呢度咧放咗呢個洗衣機咧，都可以睇到啦，就都好耐，因為冇人用噶啦，所以咧上邊咧都係有一層灰喺度噶啦。同埋咧，佢呢間房有個缺點咧，冇嗰個空調嘅機位，所以咧佢個空調嘅機位咧放喺呢度。咁啊，如果房間嗰度咧，如果開空調咧，你係陽台呢度咧，係嗰個義氣係非常之大嘅。咁啊，大家所睇到啊，佢客廳呢度咧，呢啲空調啊，同埋電視啊，呢啲啊家私家電咧係全部包埋嘅。跟住落嚟咧，就帶大家去房間睇睇啦。咁啊，佢個格局咧係客廳呢邊過嚟咧，呢度係分3段嘅。首先咧，佢呢間房咧得一個洗手間，呢個都係一個缺點嚇。咁啊，90個方得一個洗手間，2間大房。咁啊，呢度如果話大家介意嘅話咧，到時可以整翻一個即係嗰個推拉門啊，可以做到間室分離。如果係我設計嘅話咧，可能呢個洗面盤咧，我會設計喺出邊。咁啊，跟住嚟睇睇呢間咧係佢嘅客房。之前咧業主咧係俾佢嘅細路仔去住嘅。咁啊，呢間房都夠大啦。呢度咧靠住呢度咧放咗個咪霸牆咧，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同埋咧呢間房咧有一個亮點咧，佢係有2個窗戶嘅。呢邊咧係有一個喺可以採光，同埋咧呢度都有一個。咁啊，呢間房嘅設計咧，因為嗰時咧佢個仔咧仲細個，所以咧佢呢間房咧係冇做嗰個衣櫃嘅。呢度咧係做咗一個書桌台啦，可能咧細路仔咧讀咗書之後咧喺度寫字啊嗰啲啊讀書啊，呢度咧就喺呢度。但係咧如果大家話呢間房想做衣櫃咧，到時咧可以將呢張台拆咗佢，跟住咧喺呢個位置做翻個衣櫃，幾千蚊就可以搞得掂噶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去主人房睇睇。咁啊，主人房咧呢間房咧係屬於係一個靚點噶啦。90個方，因為你做一個2房咧個房間肯定係大嘅。你做一個擺一個2米嘅牆咧，完全都可以做到3邊落牆，同埋咧呢個視野採光咧都係非常之大，仲有咁大嘅一個飄窗啊喺度嘅。咁啊，佢成間屋咧可以睇到，唔單止係客廳，主人房呢邊咧係全部都係黐咗呢啲牆紙㗎嚇。同埋咧，呢度係定製咗一個衣櫃喺度啊，所以咧就呢間房咧都同大家講一講佢個價錢啦。咁啊，而家咧業主咧呢間房咧，佢因為銀行呢邊咧仲有欠款，所以咧而家呢間房咧，當時雖然咧佢加埋裝修咧使咗90幾萬，但係而家咧佢賣嘅價錢咧係52萬，咁啊單價咧就係5700蚊一個平方，相當於咧你喺呢個地段咧買呢套房咧就基本上係可以直接係拎包入住噶啦。咁乜嘢全部都係帶齊噶啦。如果話你要上會都可以上會，都可以做翻一個低首期。你貸款50幾萬嘅話咧，每個月30年每個月月供咧都係唔到3000蚊咁樣。所以咧就呢套房，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聯繫翻我周瑜，咁可以過嚟睇下樓。咁如果覺得呢個價錢咧，大家有咩問題咧，都可以同周瑜講，周瑜咧可以帶住大家同業主咧去劈一劈價。好啦，呢一集咧節目咧就分享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如
過痴痴的等，某日終於可等到一生中最愛。誰介意你我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來。何曾願意我心中所愛，每天要孤單看海。寧願一生都不說話，都不想講假說話欺騙你。留意到你我這段情，你會發覺間隔着一點點距離。無言地愛，我偏不敢說，說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飾演自己，會將心中的溫柔獻出給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還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離，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有請我今晚嘅特別嘉賓譚詠麟先生。